天的锣鼓声来到新竹的富光国中。每次都讲83岁的罗运才老师从小就钻研客家八音，为了后继有人，70岁那年决定走进校园。但传统施工谱和五线谱两者截然不同，于是他必须找出方法，让学生轻松学习。一种是我们简谱，还有那个同时有刚才讲的施工谱，两种的那谱教他们拿鼓棒的时候啊，尽量手方压重一点哈，就你压重的时候，他才会见得要这样压。学生对这一块也很有兴趣，所以有些孩子为什么说他对传统的文化他是就是不会去珍惜、去爱惜，是因为没有一个传承的动作。师长们用心良苦，孩子们更是努力。回想起刚开始学习，可是每一样都很困难。只是刚开始在学的时候，就看他们打鼓很快，然后锣也打很快，我在想说，我该不会学不起来吧？之前学姐他们有教我们，然后她敲这个，然后这个节拍有一些比较难学。哦，老师好难哦。木匠失败。木匠失败，孩子们总是活泼好动，老师便发挥创意，将客家八音加入舞蹈，让学习变得更有趣。同学呢，从这个舞蹈当中呢，对客家八音加入舞蹈又有另外一个新的认识。从罗运才的身影和孩子们的汗水中，我们看见老枝冒出了新芽，也看见文化传承的阳光。上课喽！唔好讲失败。唔好讲失败，唔好讲失败。